有已经1年没有剪头发。那有时间换枕头套？其实那个不是枕头套，那个本身就是枕头。我是平常有套枕头套的，那个枕头也是已经用了10年，然后我也很喜欢，睡起来非常的舒服。所以只要套上干净的枕头套，根本感受不出来里面是怎样。那个多久洗一次？那枕头没有洗，枕头套有洗，枕头不用洗啊。就是枕头套我都会，就是偶尔会洗一下。但那个就是因为枕头套拔下来送那个洗衣机洗了，所以到现在没有套上去而已。我有时候想帮你换一个枕头。其实我家有在卖枕头。是我妈说怎么不回家拿一个新的枕头，但是我觉得睡起来很舒服。这样，我的棉被也是我们家买的。我有想过要找那个整理师来帮我。对，有人说啊，你是不是要买扫地机器人，或者是就是你们家可以整理一下？但是我真的没有时间整理。那东西都很多，地上什么到处都是东西，所以扫地机器人也没办法来扫地。那如果找人家来整理，我不知道，因为那里几乎也没有什么收纳空间，因为一开始房东就已经是出租的，所以本身就是一个可能就是东西只能堆的一个空间，所以这点是一个比较困扰的地方。那因为那个我们是有被提到说，就是你买一瓶价可以10万，那你自己是觉得说好像这个事情不太符合房产价？对，因为昨天媒体有很多错误的报道啦，这几天，然后都是来自一个网络的错误资讯，包括说我什么涉嫌隐瞒停车位，但是我都是依照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的申报，停车位并没有独立的产权，而且是附属在建物是公设的一部分，这个完全都是依法合法申报，并没有隐瞒漏报。那另外关于这个购买的价格，在我购买的那个时间点，在实价登录上都可以查得到。均价就是51到57万上下，甚至我买的价格也不是最低的。那我觉得这样子一个拿什么2年后的成屋的最高价，那整个楼层跟这个价格跟这个就是里面的状况都完全不一样来做类比，是明显是恶意的带风向混淆视听。那我觉得媒体也应该要确实的查证啊。那有很多的报道不实，我也是希望媒体能够更正。谢谢。对，可能就是囤物症的一种吧，就是很难去割舍很多东西，所以东西才会越来越多，觉得每一样都是舍不得丢，所以才会这样。这也是一种精神病嘛，我不知道，就是囤物症。当然，我也问过很多医生，医生说这个不用治疗，就是丢掉，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相信我昨天 po 出来之后，发现很多人都跟我就是有这种就是你知道，就是互相呼应，说他们原来也跟我一样，所以我觉得找到很多共同的朋友，大家都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台湾现在居住空间真的越来越小，然后像我们这样子很有囤物症的人，确实会觉得说，怎么样去把这个收纳能够整理得更好、更干净，有个舒适的居住空间，真的蛮重要，需要好好的学习。我觉得要不要就是实施断舍离？对，我觉得断舍离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人生就是有时候就是要有舍有得。那就是到现在，我就是这个部分我真的要好好的检讨，就是到底要怎么把家里整理干净。因为我也曾经一度努力过，就是想要整理，但是后来发现说，再怎么整理也是越来越乱，所以就觉得干脆放弃了这样。好，谢谢大家。